谁在这儿种花呀？回小姐，是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的。你是谁呀？神仙姐姐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。弟子段誉拜见师傅。你干什么？小姐，他是阿朱带来的那个书呆子，他说会种茶花，夫人就信了他的胡说八道。你这个呆子，谁让你姐姐妹妹乱叫的？你怎么叫我神仙姐姐呀？我不叫你神仙姐姐，那我叫你什么呀？我姓王，你就叫我王姑娘吧。不行，姓王的姑娘千千万万，像姑娘这样的天仙，不叫你神仙姐姐，叫你王仙子。这话好像有点俗气啊。哎，叫你曼陀公主，也不好。大宋、大理、辽国、吐蕃、西夏，哪一国没有公主啊？哪一个可以跟你相比啊？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美还是不美。在这曼陀山庄之中，除了我和我娘之外，都是婢女和仆佣，他们只当我是小姐，谁还来管我是美还是丑？那外面的人呢？什么外面人啊？你到外面去，别人看到你这样天仙般的美女，难道不惊喜赞叹、顶礼膜拜吗？可是我从来不到外面去，娘也不让我出去。就算去姑妈的环师水阁看书，也碰不到什么外人，不过是我表哥的几个朋友。可是他们也不像你这么傻里傻气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哎，刚才那一位就是慕容公子吗？是啊，他就是我表哥慕容复。听说他在武林中名气很大。哎，你听说过吗？难道慕容公子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美吗？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谈论武功秘籍，就是谈论国家大事。可是我讨厌武功，只是为了迎合他，才强迫自己读了好多武功的书籍。其实我对这些根本就没兴趣。太好了，我也讨厌武功。我父亲和我伯父老是叫我学武功，可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，宁可偷偷的溜出来。其实，你敢为你表哥读那么多的武功书籍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自从我姑丈去世后，我娘和姑妈闹翻了，他连表哥也不让来，我们只能偷偷的见面。可是难得见一面，他还是想着那些武功秘籍和国家大事。那你父亲呢？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去世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一面。你姑妈是你父亲的姐姐，你姑丈是你姑妈的丈夫，他就是你姑妈的儿子。对呀，我是我娘的女儿，他是我的表哥。瞧你这人傻里傻气的，净说些没用的废话。好了，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太久了，我走了。哎。
娘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要是跟慕容家有关，我可不听。娘，你这次准备怎么处罚阿朱和阿碧啊？哦，是那两个小妮子，他们在慕容家待久了，真是学得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敢带一个陌生的男子到咱们庄上，看我不斩了他们的双手！娘，阿朱阿碧他们真的是事出有因，绝对不是故意冒犯，您就饶了他们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？哦，你是怕我斩了他们的双手，你的表哥从此不再理你了是吗？可我这次偏不想让他再理你了。娘，他可是你的亲外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恨他呢？就算是姑妈得罪了你，你也不用恨表哥啊。好了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娘，我求你饶了阿朱阿碧他们，命他们以后无论如何不许再来就是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再求也没用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恨姑妈，为什么讨厌表哥。王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娘说为了你的事儿，要剁掉阿碧阿朱的手啊！什么？我怎么劝也没用。那该怎么办呀？王姑娘，求求你，赶紧想想办法呀！娘不答应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他本来就是和我表哥作对，这次我表哥去和丐帮比试，说不定会有危险。我本来还想请我娘去帮他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慕容公子有危难，哎，你懂那么多的武功，你怎么不去帮他呀？我只是读的书籍多一些，自己却不会用。再说，我怎么出得去啊？我娘是绝对不许的。哎，那就偷偷溜出去啊，不要让你娘知道。嘿，就像我，就是偷偷背着家人溜出来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好，咱们先把阿朱和阿碧救出来，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去找表哥。嗯。哟，是小姐来了，请进吧。严妈妈，我娘让我过来，把阿朱、阿碧他们带走。说有话要问他们。是吗？哼，那好啊，小姐，你先来帮我把他们两个捆绑起来，再带走。来，给你绳子。严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王夫人早就说过，要杀了这两个丫头做花肥，怎么会改变主意呢？小姐，你太小看我严妈妈了啊！你是谁？大公子，你别管我是谁，先放王姑娘。哎呀，你，哎呦！臭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放手！先放了阿朱阿碧。是啊，
会使吸星大法这样污秽的武功啊？这是我们家传的六阳融血功，和吸星大法完全是不同的。正所谓一正一邪，一善一恶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快，我们走。快走。我们该去哪儿啊？去找表哥。对，我们去找公子。段公子，那你呢？我愿意一路上保护3位姐姐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先回我的住所清香水榭，再去找公子。阿朱姑娘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，我家外面怎么停了这么多船？谁来了？进去看看。说，我们家在耍什么花样？只剩下一座空房子，连个鬼影都看不见。我看他一定是怕了咱们，找了个龟洞躲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在这耗了，也要把这龟孙耗出来。走，我们进去。你们是谁？到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这儿的主人，你说我来这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，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你是这里的主人，好极了！你是慕容家的小姐。我只不过是个丫鬟，怎么会有福气做小姐呢？阁下是谁，还没有告诉我呢。去请你们家主人出来。我们家少主人出门去了，阁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了。在下云州秦家寨寨主姚伯当。久仰久仰。你一个小小的姑娘，久仰我什么？云州秦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断门刀。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着刀法64招，后人忘了5招，只有59招传了下来。请问姚寨主，你学的是第几招啊？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本有64招，你怎么知道？书上就是这样写的，多半没错吧？缺了的5招是白虎跳剑、一笑风生、简扑自如、雄霸群山。那第5招嘛，便是福相圣师，对不对？本门刀法中有5招是最精要的，已经失传多年，我连这5招的招数都不知道，你这小女子怎么知道？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少的那5招，姚寨主贵人事忙，想必已记不起来了。这位姑娘，你跟慕容博老先生如何称呼？慕容老爷是我姑丈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姑娘武学渊源，在下来历，不妨请姑娘猜一猜吧。那你显下身手吧，单凭这几句话，我可猜不出来。不错。这是雷公轰，想必阁下擅长于轻功和暗器。雷公轰乃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，青字9打，橙字18破，奇诡难测。阁下可是复姓司马？姑苏慕容氏武学渊博无比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在下司马林，请问姑娘，青字是否真有9打，橙字真有18破？你这话问得好，我以为青字称10打较妥。因为铁菩提和铁莲子外形虽似，用法截然不同，可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橙字的18破，那破牌、破盾、破甲3招无什么特异之处，像是故意拿来凑成18数，称为15破，反而更精要。好了，该试的都试过了，到底来做什么？可以说了吧？我们自然是有要事，一定要见慕容家的主人。倘若慕容公子不在，我们就在此等下去。
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儿等？是包三哥吗？非也，非也，不是包三哥。还不是包三哥，人没到，非也非也就先到了。什么非也非也，装神弄鬼！赶快给我滚出来！包三哥，你来的真及时，这些家伙擅闯阿朱姐姐家，我们正发愁怎么对付他们呢。青城派司马林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，也好让我……就凭你们俩，也配来问我的名字？没听见王姑娘说的话吗？这是我阿朱妹妹的庄子，你们凭什么闯进来？姓包的，算你厉害，妖魔自知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我今天来是为我师弟之死讨个公道，他到底是不是死在慕容家的手下，还望包先生给个交代。包三先生，我司马林今日到此，不为别的，就想问一句话：我父亲到底是不是慕容家所杀？笑话！就凭你们几块料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，也配来质问我包三爷？按理说，三爷我本该把你们一个个剁碎了喂狗，可又怕弄脏了我阿朱妹妹这听香水系的地皮。算了，趁三爷我还没有发火，赶紧乖乖的给我滚蛋，快滚！走，站住！司马懿姚伯当，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，不管是你那死鬼老子，还是你那脓包师弟，都不是姑苏慕容家杀的。司马大爷、姚大爷，我姑苏慕容氏与你们素无恩怨，如果是我们杀了你们的人，又怎能留下你们的性命？就是现在，包三哥如果想把你们全杀了，只怕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因此，定是有小人暗中下手杀人嫁祸，还望各位回去仔细查问清楚吧。怎么着？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还赖在这儿不识好歹啊？啊，走！哎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啊，要不要也让他一块滚蛋？啊，这位是大理来的段公子，今天我和阿朱、阿碧都让爷妈妈给捉了，多亏他相救。来，我们干了。干！干！近日里，武林中接连有人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，这一定是哪个王八羔子跟咱们姑苏慕容家过不去，暗下毒手，把这笔账都记在姑苏慕容的名下了。那你觉得会谁暗中跟咱们过不去呢？第一，不会是少林派，大和尚们绝不会杀他们的自己人。第二，也不可能是丐帮，他们的副帮主马大元最近让人用锁喉功给杀了。锁喉功是马大元的成名绝技，但和少林一样，丐帮也不可能以牺牲他们的副帮主来陷害我们。段兄，你连连点头，想必心中是说包三先生这句话说的有理。非也非也。第一，我只点了一下头，而不是连连点头。第二，我是指你说的是实情，而不是指包兄你说的有道理。你这也算是啊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吧？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投入我姑苏慕容的麾下呀？啊？哦，你是不是看中了我家阿碧小妹子呀？三哥，你又来胡说了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我接到公子飞鸽传书，丐帮有大批弟子来到江南，多半要跟咱们过不去。风四弟急着打架，抢先赶到无锡跟公子会合去了。我怕丐帮会偷袭这里，所以先回来看看，随后我也要赶去。
有消息来了。被他抢去了。公子来信说，有大批西夏国一品堂的高手突然出现，不知是敌是友，让我带着阿朱、阿碧2位妹子先去查查。哎，王姑娘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要去了，可是怎么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和咱们为难呢？这对头越来越多了。有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只要看上几眼，对方的底细就清清楚楚了。等这件事了结之后，我们就赶赴江南，和公子爷会合。真的？那好啊，那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只怕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下次王夫人见到我，非狠狠骂我一顿不可。嘿，你老坐在这儿，我这说话可有多不痛快啊！姓段的，你这就请便吧。我们在这说话，用不着多上你一双耳朵、一张嘴巴。我们去打架，也用不着你在这儿观战喝彩。王姑娘，阿朱、阿碧2位姑娘，在下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段公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呢？这太湖的水道你又不熟，不如你就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日再走也不迟嘛。今日走，明日走，反正是都要走的。告辞了。等一下，我让下人送你出湖。不用费心了，你只要借我一条小船，我自己会划出去的。哎，今天来的那个吐蕃和尚不知什么来历，也得查个明白啊。等我们见到表哥以后，一切就清楚了。哎，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随便来2个菜，1壶酒吧。好嘞，来了，客官，您的酒，哎，您的菜，请您慢用。小二，哎，那位爷的账算我的。好嘞。又来2位，里边小姐。启禀帮主，对方约定明日一早在惠山凉亭中见面。有点仓促了吧？属下本来跟他们定在3天以后，可是对方好像知道咱们人手不齐，居然话里带刺儿，说是要不敢赴约，明日不去也成。告诉兄弟们，今天晚上3更在惠山聚齐，咱们先到，等他们前来赴约。是。这位朋友，
请过来一起喝一杯吧。好啊。不知道兄台尊姓大名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咱们俩先痛痛快快喝他几大碗，等一会儿动起手来，可就没什么交情可讲了。啊，仁兄一定是认错人了，以为我是敌人。不过就痛痛快快这4个字，小弟先敬你一杯。你倒爽快呀！不过你这酒碗小了点儿。酒保，取只大碗，打10斤高粱酒。爷台10斤高粱酒喝得完吗？这位公子请客，不必为他省钱，10斤不够，咱来20斤。是。来了，倒满2碗。好嘞。咱们先喝上10碗，怎么样？好，小弟舍命陪君子。只是待会儿喝醉了，仁兄莫怪。好爽快，来。好酒，干！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酒量不小嘛，有点意思。来，啊，我这个人呢，酒量是因人而异的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我这几天见的人啊，不是扭扭捏捏，就是尖酸刻薄，唯有仁兄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。这一碗，小弟敬你。嗯。好一个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再来。老师，这算一算，我们喝了有40多碗了。你没喝多，脑子挺清楚的。我们呀，可以说是半斤8两，要分胜负，恐怕是不太容易。不过呢，再喝下去，就怕小弟的酒钱不够了。好，来，咱们这就走，走。哎呀，多谢客官，多谢客官。哎，这位朋友，咱们比比脚力。好啊，来。嘿。
姑苏慕容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小弟姓段名玉，兄台，你认错人了吧？阁下不是慕容复公子吗？啊，小弟初次来到江南，天天听到慕容公子的大名，可惜一直没有见到。哎，刚才兄台自报姓名，可是姓乔名风？正是，在下乔峰。小弟是大抵人士，初次来到江南，能够结识到像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真是荣幸啊！哦，原来你是大理段氏子弟，到江南来干什么来了？这个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那就慢慢说啊。走，段兄弟酒量好，为人也十分爽快，处处透着一股侠气。乔某识人无数，但真让乔某佩服的还真没有几个。哎，兄弟，我想与你结为金兰，你看怎么样？小弟求之不得啊！我乔峰，我段誉，今日一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哥，贤弟，大哥，刚才小弟在松鹤楼听到，大哥今晚跟别人定下了约会。小弟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也想去看看热闹，不知大哥可否答应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敌人出手阴险毒辣，贤弟自己可要当心呢。一切听从大哥吩咐。走。哎，贤弟啊，我看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咱们返回无锡城再喝他一会儿，然后再去会山。哎，大哥，刚才小弟跟你赌酒，其实是骗你的，我只不过把酒用内力从手指头逼了出去。大哥是真的喝了40多碗，我只不过用酒冲冲肠胃而已。哎，我说贤弟，你这门功夫是不是叫做六脉神剑呢？啊，正是，小弟刚学会不久，还不太熟练呢。是吗？哎，我曾经听我师父提起过，大理段氏有一门奇功叫做六脉神剑，可以无形剑气伤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世上真有这种奇功啊？其实这门功夫，除了和大哥赌酒、作弊取巧之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哎，上次我被鸠摩智那个吐蕃和尚抓走，就还没有还手的余地呢。天下人对六脉神剑太夸大其词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看酒会伤身，今晚你就别再喝了。贤弟规劝的是，不过兄弟我自小爱喝酒，而且是越喝越有精神。今天大敌当前，我要痛痛快快地喝他一顿，然后跟他们好好的周旋一番。走。如大义分舵正在那里捣乱，舵主怕抵挡不住，命属下请大人分舵，派人支援。点的是什么人？3女1男，那男子讲话蛮横无理。这4个人，你们就抵挡不住了？看来这酒是喝不了了。哎，贤弟，咱去瞧瞧去。啊，好啊，大哥，走。白长老，白长老，帮主有急事同长老商议，请长老速去。帮主现在在哪儿？就在湖边船上，请带路。是。向兄，怎么你也到了？帮主着急说有要事商量，不知是什么要紧事，把你我都招来，该不是和西夏人的约会有什么变化吧？上去就知道了。行。2位长老，帮主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快请上船吧。
抓住他！抓活的！是。别动！别动！白石镜，你坐下。哎呀，二位长老得罪了。今天是丐帮吐故纳新的好日子，为了避免二位做出不明智的事来，只好先委屈二位一下。待会儿卷某亲自向二位赔罪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二位企图逃跑，这里的几条船都装满了硫磺和柴草，我的属下就看在外边，稍有不对，他们就会马上点火。到那个时候，二位就不要怪我全冠清不讲义气了，少赔了。小人，放开我！我家慕容公子上洛阳去会你家帮主，你们丐帮的人却到无锡来了，这不是故意让我家公子扑空吗？这笔账怎么算？慕容公子跟乔帮主事先定了约会吗？定不定都一样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王姑娘，你也来了？是啊，我也来了。众位兄弟好，参见帮主。这位就是丐帮的乔帮主吧？兄弟包不同，想必你知道我的名头。原来是包三爷呀！久闻大名，幸会幸会啊！非也非也，我哪有什么大名啊？江湖上的臭名倒是有的，人人都知道我包不同一生爱惹是生非，出口伤人。不过乔帮主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到江南来了？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早知道江南包不同爱放狗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早听说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。刚才的狗屁却是又响又臭，是丐帮四老放的吧？知道丐帮四老来了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干嘛？想打架吗？包三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打架。你最爱的是斗嘴，爱打架的是我。风四哥，你也来了。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。四弟，四弟，你觉得如何？没什么。四弟，四弟。想车轮战吗？那我来会会姑苏英豪。四哥，陈长老，你还是先给风四爷解了毒吧。这人先向我们挑衅，而且武功不弱，救活了，后患不小。话虽不错，可是咱们还没有见到正主就伤他属下，总有些说不过去。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吧。马副帮主明明死在那姓慕容的手下，杀人就该偿命。你先给他解毒，以后的事慢慢再说。是。我家帮主仁义为先，这是解药。多谢陈长老。
多谢乔帮主。请问长老，这解药该如何用法？吸进伤口中的毒液之后，把解药敷上。毒液如果没有吸进，解药敷上去有害无益。多谢。慢，怎么了？女子吸不得。女子怎么了？这蝎毒是阴寒之敌，女子姓阴，阴上加阴，毒性更增。三哥，你快别打了，快来救救四哥！我来替疯子爷吸毒。大哥，让我来吧。服药吧，啊，快！四哥，多谢段公子。来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小小事情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，在我可是大事啊！还你解药。乔帮主仁义过人，不愧为武林中第一大帮的首领，风伯鄂十分佩服。过奖了。哎，今天我输了，风伯鄂甘拜下风。等哪天碰见了，咱们再打。今天不和你打了。自当奉陪。姓宋的，我来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。四哥，不要打了，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。有架不打呀，妄自为人。嘿。解打狗阵。布阵。鲍三哥、风四哥，快住手！丐帮的打果阵，你们俩是破不了的。我再打一会儿，等真的不成了再住手好了。哎呀！是龙爪手抢住三式，鲍三哥他左肘要创你胸口，右掌要斩你腰肋，左手便抓你的气户穴。
叫沛然有雨。好一个沛然有雨！哎呀，王妹妹，你说的不早不迟有什么用啊？你早说片刻，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啊。他出手太快，我又得想，来不及说呀。咱们今天打输了，丢了咱们燕子屋的脸。二位，请自便吧。乔帮主啊，我武功是不如你啊，不过我刚才输的不太服气呀。我想再领教领教。好，风爷请赐教。你这是擒龙功吧？世上真的有这种神奇的武功？在下初学乍练，让风爷取笑了。乔帮主客气了，风伯鄂这一辈子都别想打过你了。再会了，走。三哥，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，那边人多，说不定有架打。我先去撩撩，你们慢慢再来啊！哎，告辞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技不如人呐，脸上无光，再练10年吧，又输个精光。哎，不打了。马夫帮主的大仇未报，帮主怎能随随便便就放走敌人？这次我们来到江南，主要是为了马夫帮主的大仇而来。可是这几日，我好好静心地想了想，杀害马夫帮主的未必就是慕容复。帮主有什么凭据吗？我只是猜测，并没有拿到什么凭据。不知帮主是怎么猜测的，属下都想知道。马夫帮主是死在自己的绝学锁喉擒拿手之下。当时我就想到了姑苏慕容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我想这世上，除了慕容复以外，再也没有人能使马夫帮主死在自己的功夫之下。不错。不过这几天，我好好想了想，里边另有隐情。帮主这么说，是有意开脱吧？传功执法2位长老呢？属下今天没有见到2位长老啊。张全祥，你们的舵主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杀了？没有，白长老他好端端的，他没死。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不是我干的。谁干的？4位长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本帮自我之下，大家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。我们在江湖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不光是靠了……啊，你现在知错了，还来得及。张全祥在。你带人去请执法、传功2位长老，按我的吩咐去做，可以减轻你的罪责。其他个人
站在原地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乱动。师哥，师哥，你又在玩什么古怪花样啊？我打你屁股！哟，小娟儿，小娟儿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近来过得快活吧？还好。又是你。挺好的。嗯。这。哎，小娟儿，哎呀，小娟啊，我千盼万盼，终于盼到你的信儿。师兄，是丐帮的徐长老找我们来，说是丐帮有了麻烦。小娟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是你让我做的，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小娟儿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做梦啊，又梦见咱俩在一起练功的情景了。你那时候的样子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小娟儿，等会儿我呀！诸位兄弟，我现在非常高兴，因为我新交了一位朋友，他就是段誉段公子。我们俩意气相投，已经结拜为兄弟了。好兄弟，过来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丐帮中的重要人物——宋长老。宋长老在我们丐帮中可是人人敬重啊！哎，他使得道士铁剪，在驰骋江湖之时，兄弟，你还没有出世呢。久仰久仰，宋长老老当益壮，万生有礼了。哎，西长老是我们丐帮中的外家高手，10多年前，你哥哥常跟他请教武功。西长老与我可是半师半友，情深意重。刚才看到西长老武功果然了得，佩服佩服。惭愧，鬼头大刀吴长老。吴长老。帮主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潘总在哪儿？就是抓住那个了。我吞了。对，在哪儿？抓住他！出来，叫他出来！大家各归其位，我有话事。是。宋西陈吴4位长老，你们派人把我们关在太湖中的小船之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咱们是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，自然没有什么恶意了。白执法瞧在老哥哥我的脸上，就别太介意了。把多年的兄弟关在火窟里，宋长老，这也算没什么恶意吗？这个嘛，全冠清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向来亲如兄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蛮来呢？今后大家还怎么见面？哼！你骗我上船说是帮主召唤，假传帮主号令，你知罪吗？弟子职位低微，怎敢欺骗白长老？都是。是你们舵主钱冠清吩咐的，是不是？钱冠清让你假传帮主号令骗我上船，你知不知道这号令是假的？丐帮弟子个个都是敢作敢为的硬汉，大丈夫有胆子做事，怎么没有胆子承认？对，白长老说的是。我向您传达帮主号令，明知是假的，其中的原因，属下不敢说。
上有劳单大侠了。哪里哪里，李清时丐帮徐长老再三嘱咐，让单某一路上好好照顾夫人。更何况这关系到丐帮的名声和武林的公义，单某自当尽心尽力啊！多谢了。这。相兄，骗你上船的又是谁？嘿，大丈夫行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敢做敢当嘛。帮主，我们大伙儿都商量过了，要罢掉你的帮主之位。宋希辰3位长老和我一起，都参加了这件事儿。我们怕船公和执法长老知道了不同意，我们才想法设计把他们囚禁起来。今天你占了上风，我们听任你处置便是。我吴长风在丐帮30多年，谁都知道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小人。宋希辰、吴4位长老背叛帮主，违反帮规第1条。执法弟子将4长老拔了。是。懦夫！群起一战，未必咱们就会输。可是你们，哼，谁都怕乔峰。众位弟兄，近些年来，本帮声誉日隆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乔帮主之功。乔帮主仁义待人，处事公允，大家拥护还来不及呢。可是有人居然猪油蒙了心。全冠清，你知罪吗？全冠清全舵主，我乔峰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的事情？请你当面指证，不必害怕，不用顾忌。对不起众兄弟的事，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做，可不久就要做了。胡说八道！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你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就造谣惑众，背叛帮主？全冠清，你自行了断吧。白长老，不必心急，让全舵主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个明白。连宋长老、西长老全都反对我，哼，人无完人呢。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请众兄弟指出来。帮主，我想杀你，是我不对。待会儿我把自己这颗头割下来给你便是。既然帮主有令，全冠清，你说吧。马副帮主被人所害，我相信是出于乔峰之使。啊！你一直讨厌马副帮主，但总觉得有他在一天，你帮主的位子就坐不安。胡说八道！我虽然跟马副帮主私交不深，但是绝无加害之意。皇天厚土，人神共鉴。如果我乔峰有意加害马大元，我愿受千刀万剐，甚人唾骂。咱们到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，为什么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与敌人勾结？这3个人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，你加以庇护；那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和他结为兄弟。非也，非也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慕容公子，这3位姑娘
也不是慕容公子的眷属。非也，非也。包不同，是慕容复手下金风庄庄主一阵风风波恶，是慕容复手下玄霜庄庄主。要不是你乔峰解围，他们早就被我们杀了。这些都是大伙亲眼看到的事实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不错，我是庇护了这3位姑娘，那是因为我顾及到丐帮数百年来的名声。我不愿天下英雄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，丐帮合力欺负3个弱女子。可丐帮自开帮数百年来，在江湖上备受人的尊崇。我们凭的不是人多势众、武功高强，而是由于我们行侠仗义、主持公道。丐帮和4大长老的名声，你不爱惜，众家兄弟可都爱惜得很呢。帮主，全冠清这种混账，不必跟他多费口舌，按帮规处死吧。全冠清能够挑唆这么多人谋反，我想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众位兄弟，我乔峰的所作所为，有哪一点做的不对的？请大家明言。嗨，乔帮主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吴长风没本事分辨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吴长老，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件事对咱们丐帮的影响太大了。万一要是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我们本来想一刀把你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刚才救了慕容复手下的2个人，你们就认为我跟他勾结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们是谋反在先，我是救人在后。